你母亲会上是女儿一方啊！那罢了罢了。禀老爷夫人，故宫知道。哦。故地姑母亲上受小子一本，愿故地不是东海受必乱山，这罢了。儿郎来见过你家表兄。表兄，表妹有礼。啊，表妹，女兄只想玩你了。王爷兄来了，快请快请。据闻现在是才高玉凤，1万现在得中3连1步，不知肯服用不？哈哈哈哈哈！公瑾不是聪明，我儿不明要在年8面前先抽一番。啊，哪里，这儿来。哈哈哈哈！
家己亲。我有心栽花，花不发。他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好恨呐！想我表妹接着就要出国，我杀不拆散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！沈媒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？呀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天贵府的千金小姐呀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。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老夫人来了。儿啊，你今日嫁到王家，在王家虽是亲民，可也是个势利人家的书香门第，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。小人公道，金夫君。
望中仰望，一步踩我不眠，上前仔细看花容啊。妙啊！不算是天之国色，容颜美，好似长屋里月风，岳林配得名美女。可算得三生姻缘尽相逢啊！我又找一日功名去，凤冠霞帔情深送。娘子，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月表兄亲戚，顾文月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一字没准。文有表兄之命，是有青梅竹马、兄妹情深一份，有意中秋一礼。深情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内，恩爱空结把手。那小是非人员年命另配论据，我在家到王家，岂肯得心忘旧？若说一字聊表心意，而论四连情意难丢。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媒许手，李子秋云连声发拜，连声发拜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9月之上，顾文月面露不快之色，皇家有这子，若作为凭，好吃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若洁。名美女，虽他是上风怀中夏先生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位尚书少家教，我王门亲个于名声，若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大荣。
我常与他去争吵，这丑事顺阳所门的。闹不是我堂上禀告爹娘笑。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在我家，事情还保举我上京为国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看待媳妇。哎呀，老爷，媳妇都娘欲醉欲谋，若他不欢喜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噻。菩萨进去禀告，有空商量爹娘心。也罢，我残忍怒气为苏王，从此修人不欺心。
上书还在这家书，谁知他安排巧计害虐灵，怪不得十里红帐2点3把把人千两赔家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后疼，是这怪恶毒心机太可恨，看来早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经过平翠两小段，不觉得东方花瓣天明。我个媳妇大娘愈才愈貌，愈大愈丽，多少个眼位了。要是来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在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新媳妇房间那个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丞相看见老夫人。上座上座，丞相来。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，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了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了。好个，跟那姑爷的小姐呢？姑爷，姑爷的小姐嘛，小丫头，阴阳怪气，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论是非，姑爷的小姐可说不上好。说不上好。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。啊，丞相，可听侬讲他起来了，小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？嗯。哎呀，爱玲啊，爱玲啊，侬真的让昏断了侬。丞相，刚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那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嗯。小畜生都变得介凶残。丞相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？啊。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丞相，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如今受得起。丞相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
家。去！快进我听话，起来！本人。哎呀，读书，读会那个读，去玩个梨啊！好笑啊！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。看了婆婆脸上，不要生气啊！根本还不要我去的，是我送不？不要送！哎呀，阿玲，侬做啥啦？孩儿想送母亲，非要侬送，去，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坐下，来。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不错，让我关这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哎，侬倒是提醒着我了。家有贤妻，父少妇，孝子言生积德多。他哟。
官人，请用餐。说说心，小两夫妻多默契，根本老太婆啊好放心在。母亲，阿丽啊，阿丽。我跟艾琳到底年纪轻啊，看见娘外婆奶味进来了，真是个。今朝是媳妇大娘满月回门，侬为啥不换件衣裳？孩儿不去，不去？为啥不去啦？这没有孙子不去。哦，丞相，八王众生相孙去哪里？那孙子拿去，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那，这个我操啥？刚好一把孙子差得大毛分噻。啊，侬这个我操啥啊？侬不去算了。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，哎，媳妇大娘，艾琳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不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满月回门不回去，害得那娘要不放心的。哎，不阻止侬足管回去好在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。
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婆婆啊，对媳妇先行一封回禀母亲，该是走去。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这回封事，我在丞相叫王夫备轿。去。3分钟为自己，莫若为门是守。对了，这先生竟是伪作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朋友有约在先。这启禀老夫人，叫此辈的请少夫人上轿。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？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见玉玲言谁动来？母亲，官人他一同藏好友慰问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慰问恩告罪。这也难怪儿啊。一日不见，你受得多了。今日我儿回来，为娘十分高兴，快些为娘进去吧。廖少爷，哎，李欣。小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姑爷呢？有事没有来。哦，小姐在什么地方？在后厅与夫人叙谈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儿啊。
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姐可好？夫人，老夫人在人很好。那姑爷你，姑爷他，也不恩。既然是说，你小姐面容为何这样的小事？啊，向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哦，为了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嘛。母亲，儿郎，你此番回来，在娘身边多做几事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是，夫人。前来求见小姐。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查阅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言虽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查书。儿啊，言些书信到来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逼逼，请婆婆你老夫人侍奉。官人多说要我做伴，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。哎，儿啦，你今日回来，多在几月，少在8月，哪有谁叫回去之理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言希也来同志就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是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今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独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夫妻恩爱同作伴，送堂地着我称他的心。你夫妻恩爱娘家
去不尽情，秀英儿啊，你别派为娘自己来，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今日再来帮娘亲。哪有女儿满月回家，冬日回去的道理？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这一笑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说一笑呢？此次说来，为娘连留你一笑都留你不知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夫妻受。哦，留你一笑，谁要害你夫妻受？不，此次说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难道你也要回去不成？母亲，娘。啊
娘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知道是从你家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啊！人亲戚，好容易呀，盼得我儿望月归，谁知你养育之恩忘关人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！叫娘痛心不痛心，娘啊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。我实在来报娘恩，为娘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回去。我丞相。当家，小弟，我们不要回去吧。大家，一怕你要回去，三命你回去。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母亲当初不养你，你就回去吧。母亲。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情长，女儿百病。
要他远嫁而去，远嫁而回。如今看来是得其所在，不回来了。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，把他休了。启禀老夫人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啊？他怎么今早回来了？母亲，媳妇头娘回来者，上楼去。孩儿不去，我托上。主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，侬又不去。一回去再侬又下心叫伊回来，伊回来再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侬讲，孩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道理不懂，还读啥个书？去，娘陪侬上楼，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。孩儿不去。啊，侬个小畜生，我里与侬做主，还是与我做主？侬到底去不去？母亲，去，母亲。母亲她既忠情又不明白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。今日她为着娘家去，她儿人是有牙在先私行为。我以为她定在娘家住一宿，我就可以一封休书将她推。谁知她远嫁去又远嫁回，到时候留难留来推难推。见人啊见人，像你这样不怨不得下贱女，与我面目到王家来，我今夜在人来听手等天明下楼台。总指望我们夫妻从此可
谁知他怒气冲冲，是柔，他是薄礼薄彩，白布薄命不白，谁为呀求？可怜我啊，有满腹的委屈向谁诉？光比了婆婆一眼心看起来，竟是父亲难。耳听得叫人当三更，夜莺声，那声音见那冤家，他身上的衣衫多斑驳，他今夜起兵要受冷，我啥时叫他去还情？那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还见要是他受了风，成了病，叫秀英是难
人吓得我不管，去情深恨。像秀英平里来错他，他为我见我像眼中钉，像他这种后心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冤家是本谁？冤家他枉到世上里不明，那婆婆她待我像亲生，更何况那黄门婢她带钉子，杀动坏了官人，要急死了婆婆老大臣。还是那一句他给，想起往日心疼，始终家道忘家，一向离你走到平无过错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真人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该回转娘家，我女断心。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远嫁而去，远嫁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，他竟这样对待我，我认明这冤家他懂一笑。我还是将衣裳龙虾。
这家之事，我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进入丈夫。小姐天气而冷，我实不与他给你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，还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哦是好呀。难听难听我李秀英，今夜叫我是好啊娘啊娘啊，怎记得那是弟弟做大人，母亲里上楼细心报，这倒是一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谈，是望同房花烛早日呀到。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受尽年少，四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啊！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我儿听着叫了当司机，皆愿家他闻声转头，他怕生还人啊！我啥不将衣裳给他是哦，受得到天明。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秀英爱你。我生日衣裳上天去。
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他的？是啊，是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有啊，官人。先生啊，先生，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，要想害我一世功名不得成就，你好狠的心肠。快去把件药木啊！拜见伯母。哎呀，小畜生！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一身药木还怕我受当不起吗？哼！我先问你。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错，你尽管当旁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还道理，问这件人事情。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当都当得，骂又何妨？有我在此两你也不管。那我就上。母亲。小女儿啊，你们等我为娘好苦。自从你嫁到王家，受虐令夫妇凌辱，今日为娘亲眼看见，真不叫为娘痛心为快再为娘委屈了吧，母亲，母亲，娘啊！要是女儿随娘委屈，倘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也是恶做人。今算是此，得为娘修书一封。叫你弟弟回来，定要与这畜生并离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官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是啊，为娘自有道理，丞相，你要好好我是小姐。请我来背教。母亲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看样子我这位人家要擦太嘴了。左右，与我将军三上言。
想此我居民身上连夜出京，马不停蹄左右。骑马听啊嘞，为家国文德夫人生于聪明，我连夜归位，臣你见了下官，这样怒气冲冲，恰是为何？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美人的情事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便月令未必的神不相神，鬼不相鬼，你为不跨到王家与我去领事为累？此话是真的，我难道还为娘饶不成？我女儿被王月令私自领受，我难道罢了不成？李信在与我打讨王府。是。请家公，阿玲来了，拜见伯父。求臣帮我，你是何人？王月令。王月令，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，养女不教，就怕当不起这个臣妇。畜生！你将女儿无故领受，使尽带个口吃光阴，他到底与何过错？你需要还我个道理。要还道理不难，你先待女为妇。待女为妻？哼！我待她为妻，难道为养她不顾老吗？满是指养她不老，就是把她领许豪门，我王月令绝无异议。小姐，小，你与我写书书，过来，带我来写，慢慢走。这娘子开口，侬滚！应该像我女儿乃是名门之女，岂容你要娶就娶，要退就退。使劲你还清道理便罢，要是还不清道理，我岂肯饶你？好，你去看来。文有表述。秀英，过来。先生，你尽管做出这样双峰爬索之事，我今天永离不得。慢点，听家公，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，岂有不孝？谁家从无才家中，从父开玉来，侬帮我说说。哪能
媳妇大娘嫁到王家，于规于矩，于道于理，随随啥个事情做做，娶着王家，霸着王家，玲珑不着当，玲珑不着杀。弟弟呀，女儿始终嫁到王家，设定王玉玲是此地灵寿，指望弟弟回来，与女儿生缘结成。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，举剑就杀。弟弟，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？你总该说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，也要死得个面目。你去，快来！媳妇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哎呀，婆婆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？媳妇大娘呢？还有得下过啊！婆婆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根本那个弄得记住你。老夫人，孙子家快带过笔记。哎，好的，笔记个，丞相，我快点来指笔引我过来。啊，好的，笔记个哦。好的，笔记个。老天菩萨，保佑进士笔记世家发动发动发动。他不看到不动的，请家公，侬看动不动？哼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上谁家的圈套了呢？行书是假，难道是冰玉尊因为假的不成？冰玉尊。丞相，小姐，丞相，大胆献笔，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？哎呀，老爷，不是地狱还war冤枉！丞相，我仔细想想看，小家东西是侬管的，但脂肪多，怨我只管供上去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是我与沈美部替小姐梳妆的。那只有早已我明明放在帐里那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落在姑爷手里。哎呀，爱玲啊，侬个子女做人从啥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来。花烛之夜门是我关的。只有丞相、沈马部三个人，不看见，这倒是奇怪着呀。李信，与我立正，沈马部来为话。是。沈马部，你可承送这封书信吗？小人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生事不生事，不问你知情不知情。啊，这次病入罪，我承认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，我不知情。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沈美部，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是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。你还官谁不知情吗？小人实在不知情，实在不知情。早是不早？哎呀，冤枉，冤枉！你是孤身不早？我早。哎呀，这都是姑爷公子出的
之意呀！只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求情不仁，外而在心，要不偷得你家小姐的笔玉簪。他写情书一封，叫我连同玉簪丢在新房之中，有一辆王公子头上，好擦杀这段姻缘。老爷，这一切与小夫人无关，求大老爷饶命，饶命！要不，就是啊！为我将你许配王家，想不到秀玉令失此灵手，为我继父又冤屈了你，真不叫为母有婴儿啊，你万是再为我委屈了吧。母亲，母亲。从前个辰光，祖娘望门路侬不讲，是门路侬不想。哦，今朝一位人家弄得7点8到，侬到来讨鸟家，来不及在。我好悔呀，好悔！侬又得悔了，娘我回报给一封情书，家当真，却伤我心里受刑。我回报给当初不听娘教训，妻子婆妹我不赦免。我月令空读生言书，今做了不亲不义人。啊娘啊，虽因啥有长河断啊，你叫孩儿真做人。外望娘亲来做主，从今儿娘的言语句句听。哦，侬从今朝起听娘的话在啊，好过站起来。多谢母亲。二人啊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上京赶考去，要是有个功名成就，要父母跟前啊，好有个交代；媳妇跟前办个道理，夫妻还可以和睦。娘叫侬上京赶考去，侬去不去？是孩儿遵命。去么好过，快点进去整顿营装。是。母亲啊，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有数用不着侬操心的。多谢母亲。
传奇休要将我怨，且听岳林来相劝。当初是奸臣设计陷害你，如今是水落石出一命啊冤。那眉部下药问有事，我是真心悔过所先前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休在地，请夫人快去婚告祭红光。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们都是多想多心酸。怪爹娘错先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心寒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，猜你为什么满手满心满月来钻？我做婢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伤肝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娶一个美貌是美娟娟。当初要是没有我家小姐替你改上那件女生的衣裳，我看你呀也做不了这个状元。跪下来，这人啊，起来，多谢岳父。秀英儿啦，你莫急先去莫急冤，谢天为父也相劝。若令高宗以为心，列里给陈岁王恩西凤冠。弟弟呀，那日定前把婚配，气得弟弟肝肠断。此情在一天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红花。岳母，岳母，你且起来。多谢岳母。你站在一边。是。儿郎，难为他将
要为母而命，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多忘怀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岳母不叫把母还。他是个大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弟弟，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引得媳妇受屈冤。为我不管家中事，要劝就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奉婚，还请母亲再去相劝。二玲啊，媳妇都娘爷娘干我都不肯听，不然我也不会听罪，做娘福气多美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福气多美，当真的不去？福气么是个福气。也罢，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纵上愿也枉然，就算一生空家堂。二莲，你要做啥了？我只有皈依三宝起家园。哎呀，母亲。不上做不得个，我去倒倒霉看。多谢母亲。嘿嘿嘿嘿嘿媳妇大娘，我个新官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。根本侬自家来送。叫上媳妇我啊该肉，新官肉哎呀宝贝肉，205是我个随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随背肉，随心随背都是肉，老太婆啥非得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起呼啊呼，见得媳妇来听音步步。205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今朝，太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跪到西，要跪到东。辛苦的跪的是红啊呼，媳妇侬三番犯礼仪，已是状元犯罪要去和尚做，这种就叫严师傅啊！侬原谅媳妇就有好结拉姑，听众婆婆接凤冠。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婆婆啊，你是媳妇终身母，婆婆的恩德名飞呀夫，夫妻不世间有，唯有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有。只好我问你老婆啊婆，
步步带侬总犯错。媳妇啥饭肯夫妻话，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买个人情结不不，夫妻中换金山。婆婆啊，我不愿意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坐担汤风风梦，一情愿地坐担汤来逢爱公啊婆，真是我眼为个好心啦妇，做于为难难生我啊。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和睦嘛？是非侬状元归的欺人错。哎呀，母亲，孩儿乃是天子门生，万岁女婢钦佩的心可状元，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？上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，老婆都要忍不着的。切，这，哎呀，母亲，这是使不得的。是呀。今日之事既往不咎，只要你们夫妻有谋，把修结牢，也就死了。